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做的是呢，泰式的这个月亮虾饼。好，那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春卷皮不是只有来包轮饼那样。我们春卷皮呢，可以把它应用来做这个虾饼，而且这个虾饼呢一做，你可以做好多，然后放冷冻库，可以做一下冷冻。客人来的时候呢，你就拿出来炸就可以吃了啊。这就是很多朋友呢，希望呢在节目呢跟大家介绍说很简单，然后又可以快速上菜，就是我们今天这道月亮虾饼。我们来看看承哲怎么样分享今天好吃的月亮虾饼。香菜梗的部分，我们等一下切末。等下把它拌在那个花枝姜跟虾酱里面，对，让它提味。那这个花枝姜跟这个虾姜呢，要怎么做？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口述一下？其实我现在在做，因为可能外面在卖的市售，他们可能虾子比例不会那么高，所以我觉得自己要吃比较多。对，我觉得自己要吃的话，我会建议花枝姜跟虾的虾泥，我觉得1比1。就1比1的。对，可是它相对的这成本会比较高。再把我们的花枝姜部分来把它放进。花枝姜在打的时候，就是说把它很单纯的打成泥就好了吗？还是里面要加一些别的东西，像什么太白粉啊那些需要吗？不用，都不用。对，不用。对，这我。但是一定要打到有 Q 弹，对不对？或者要把它甩嘛。虾仁的部分我有一半把它拍泥，然后一半的部分我把它切丁。就要有点口感啊。而且如果真的有客人的时候呢，你全部都打成泥啊，吃不出有这个虾子，就是要有这样一粒一粒橘色的哦，然后就会觉得说哇，豪华版。然后我会再，因为我们刚刚有放香菜，然后我再放些那个 parsley 哈。对，一样切末。对。其他这部分呢，因为香菜是我们台湾的香菜，那parsley部分算是他们美国的香菜。对，然后这里我们再加一点胡椒粉。稍微把它先拌一下，然后再稍微摔一下。好，然后我们这样摔打之后，稍微把里面的空气跟它的那个筋性稍微把它摔出来。好，你会发现呢，甩到后来你会发现本来比较散的，然后越甩呢它越立体就表示它的那个待会呢我们吃的口感呢会比较 Q 弹。好，我们这样摔 OK 之后，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开始包我们的虾饼。我们今天这分量应该大概可以做到2片了。对。前部分你就大概拨一下就好了。因为待会还要利用那个皮把它扩张。下去就稍微我们就把它压均匀。好，不要以为这样就好了。其实我们做虾饼呢，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小诀窍，就在姜。老师是这个吗？是的，没错。对。老师，你怎么没有说厨娘？你怎么那么厉害？知道要那个要准备这个东西？我都没有看你的食谱，我就知道要准备这个嘞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见识比较多。没有，我有去学过，你就知道我多爱吃月亮虾饼。我曾经去上过泰式料理课的。我们这样子压完之后，因为旁边还会一些空洞，所以我们等下到时候我们比如说要炸之前，我们可以把它旁边多余的剪掉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可以准备叉子把它稍微把它戳洞。对，老师这个动作的那个目的是什么？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吧。其实它这个就是让里面的空气可以让它跑出来，然后有熟成的速度可以比较快。对，而且也比较不会两张那个分开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这个动作都做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当然你如果旁边那个边缘太多没有沾到的呢，对，你也可以把它剪掉，或者修一下。不要修其实也 OK， 其实也可以啦，只是说到时候我们再吃，可能它的口感可能会稍微差一点点。对。我们油温大概要几度啊，老师？130左右，140。不能太高嘛。对，有的因为我们油温脚太高的话，其实它炸很容易黑掉。但是里面不一定会熟。对，所以我们要稍微有一点稍微泡的方式。OK。对。
我们的虾饼现在就差不多了，我们就是让它再稍微上色，这样就 OK 了。对。那我们在起锅之前，我们就是火开大一点，然后把油逼出来。对，没错。然后我们简单的话，其实就是大概切1:6，对。然后其实很简单的，稍微把它装饰一下。好 ，OK 了，全部完成了哈。对。然后这个鸡酱呢，要吃的时候再淋上去也可以。是的。